大家好，歡迎再次嚟到為神州禱告2分鐘。今日咧，我揀選咗我哋良友電台一位嘅聽眾我哋為佢守望。呢位聽眾呢，叫做新弟兄。我係學理工嘅，非常理性。10幾歲時候，同學同我傳福音，我根本係不屑一顧，拋出一句話：我永遠都唔會相信主耶穌。就係咁樣。到咗40歲嘅時候，一位阿姨同我傳福音，帶我去教會。我個內心俾主耶穌打開，我相信咗主。半年之後，我被聖靈感動，要裝備去服侍。當時咧，我對聖經唔明白啦，被聖靈持續感動咗4年咁耐，而且呢種嘅感覺越嚟越強烈。終於咧，我下定決心就報讀你哋良友聖經學院啊！經過幾年嘅裝備，我蒙神呼召全職服侍。唔能夠再好似年輕時咁樣輕易失去呢個美好嘅福分。前幾年我更被按立為牧師，責任更加重大啦。我哋一齊低頭為新牧師祈禱啊！求主你堅固新牧師佢呢一個嘅呼召，喺佢牧職嘅裏邊你讓佢經歷到喺理性嘅當中，同埋喺信仰嗰種嘅磨合嘅期間，佢睇到主你開佢嘅心竅，亦都懇求你繼續透過佢嘅手建立更多嘅生命，讓佢果子累累。我哋咁樣禱告仰望，求主恩待新牧師同埋佢牧養嘅群羊。我哋仰望交託，奉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感謝神，頑石都會點頭嘅。我哋下個禮拜約定，你哋每一個，我哋要繼續守望神州。拜拜。